来哦，最近这个天气会当讲是湿个热，早起日头正炎，下晡就来拼西北风。气象局讲，今仔日开始一直到拜五，过道真会落雷公雨，而且会落真大，尤其是中南部要特别注意。另外，根据统计，1月到8月已经连续3天无来发布到风台的警报。气象局讲，上主要是受到反圣婴的影响，这个赤道的海温较冷，对南海热带扰动的发展不利，所以就较无风台。无风台，这个温度就一直压真悬，结果热伤害的人数比去年加出到1.8倍。高温烧热，就算穿外套，也雨伞风拍也是真歹抵抗日头威力。根据卫福部统计，今年7月，加拿大上海去病院的人数都有774个人，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.8倍。因为很多人其实他没有适时的补充水分，如果再加上大量的排汗，就会身体产生一个脱水的现象，让血液变得比较浓稠，很容易产生血栓，很容易产生缺氧的现象，甚至心肌梗塞。今仔日气象局也是发布高温资讯，回档总共是红色灯号，表示有连续3天气温有38度以上。新北和宜兰是柑仔色的灯号，表示有连续3天36度以上的高温。大台北地区是黄色灯号，提醒民众减少室外活动爱加啉地水。不过，即摆已经8月中，今年到冬也未发布风台警报。专家讲，若到8月底拢无风台，而是连续3年1到8月拢无风台来台湾。反声音现象的话，就是会造成在赤道的一个中太平洋、东太平洋的一个海温有比较偏冷的一个情况。那连带的，它是有机会造成了在西北太平洋的一个高压有比较增强的一个趋势。那也造成了其实在南边的一个热带扰动，相对的它发展的空间就是比较局限。下周在菲律宾东侧海面，的确是有机会出现一个低压在逐渐发展。风台敢未来也有变数，不过未来1礼拜台湾又受高压边缘影响，全台各地高温烧热。不过拜3到拜5过道雷阵雨强度增加，尤其中南部地区爱注意有大雨或者是强风等等。到拜6落雨就会较肥，出门在外要是会记得扎雨伞，避免袂赴应付天气的变化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